刚来教阮放个相拍，真正是今日唔知路读歹。这嘛是咧讲啥？这我的台词，你唱什么台词？歹势。哦，你有代志吧？帅。我觉得这个感觉比较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不知道文心会不会比较好用呢？抱起来，这个眼神之后抱起来，然后绕到背，